各位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《少年歌星》第一季以及《少年歌星风花雪月篇》的导演陈升尧。我是执行导演谭文云，我是制片白丽华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回答粉丝的问题。这个基本上是因为考虑到天气的原因，因为第二部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应该是4月。对，农历4月，对，农历4月的话，天气已经很热了，他们两个在路上迷路的时间已经太久了。然后如果那么热的天气，萧瑟还穿着大毛领的话，可能会对他健康有一些不利的因素。哮喘病人有影响。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他的那个毛领就去掉了。然后上苍山的那场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上过苍山，苍山上面特别冷，我6月份去的，然后上山还得穿着一个特别大的羽绒服啊。那次之后我就说，但凡萧瑟上山，一定要给他穿厚实一点。对，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个就是下半部的时候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是到了七夕，农历的7月7。秋天快秋天了，基本上快秋天了，然后所以基本上一部分下半部的戏份，然后萧瑟就会穿着那个大毛领出现了。然后具体是的那九霄神是几月几号？重阳节。是重阳节。对，重阳节那天他会换上他的大毛领。对。下一部的话，萧瑟的 CP 糖会比上一部多很多，比如有2场大戏吧，算是，一个是七夕节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重阳节。对，就是他们竟赶过节。对，2个节庆日子，对，其他也会有很多细碎的小的那个小发的地方，对，但是2个大戏就是这2个地方，对。基本上会就是我们在做分镜的时候也会就是尽量去考虑。就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剧情意境下面，这些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？可能一些小动作什么的，也会是一些就比如刚刚说的比较细碎的糖吧。对。争霸天下。笑死！我不是你要坐上那个位置。坐上那个位置。逐鹿中原。逐鹿中原。是的，他回到了中原。对，这个的话，他回到中原之后，其实就是参与了主线剧情，然后主要是跟陆剑仙、连战天会有一些对手戏，然后。之前说过，就是说他会有一些是到你小说里面增加的戏份，然后基本上增加的也是这一部分，就把这一部分我们做了一些扩展。对，其实就包括让他参加了最后的在雷家堡的最后的大战嘛。对，其实就是让他在那个整个雷家堡的这个战斗中，他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下一步吴青就会穿第1季的衣服，他只要回北离，他就肯定之前说了，他回北离他就会变回天外天的小和尚。是那套现在的这套衣服主要是考虑到他去天外天当宗主，再穿着一身袈裟可能不是太合适啊，就是看起来就没有说一个宗主的一个状态吧，所以就给他设计了一套，可以理解为就是天外天宗主专门的一套衣服。然后这套衣服基本上就是其实也是就是从白发仙，因为白发仙第一个被设计出来嘛，从白发仙的那个设计然后出发，然后以它作为一个原点吧，然后做一个整个天外天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设计。对，它后面那片纱的话，就是如果没那片纱的话，那帽子好大，戴在头上，光头戴那帽子不好看。对，那帽子其实比较适合长发的人戴。想象一下，吴青发第
可能就是远看是那个样子，其实近看还是能看出来不是头发是沙的。对，《少年歌行》播出到现在已经有3年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。风花雪月篇下部将在寒假跟粉丝们见面，还望各位粉丝多多捧场，谢谢大家。各位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《少年歌行》第1季以及《风花雪月篇》的导演陈升瑶。到你俩了。1、2、3，斯密马三。你们说好的。想问一下导演，雷无杰为什么会设计成短头发呢？长头发太多了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《少年歌行》开播到现在已经有3年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。风花雪月篇。你不得鼓掌吗？